Hello，大家好，呢度係 B&G Beauty， 我係阿 Bell， 個個都叫我阿 Bell 老師嘅。咁今日咧，出呢個視頻咧，原因係因為有好多客都問我，我冇毛髮咧，可唔可以做野生眉嘅？咁今日咧，我哋就揾咗一個完全冇毛髮嘅 model。咁呢一個 model 咧，佢係有洗過幾次眉噶吓，都有刺過眉嘅。咁佢都有一個紅色嘅眉底啊，咁眉底色係比較花嘅。如果想做靚一條野生眉嘅，以下嘅師傅係需要審美、技術、色料三合一，咁你先至會擁有高級、金金分明、細緻嘅野生眉。睇下以下呢一個 model 呈現出嚟嘅前後對比。